好，歡迎收睇培恩 TV，我係6件班廖子涵，我係來自4信班嘅黃景麗。聽下現場嘅歡呼聲，就知道今日係我哋1年1度嘅校運會啦。冇錯，我哋今年嘅運動員喺場上各就各位，準備大顯身手。除咗刺激嘅比賽，場邊嘅打氣聲都好精彩㗎。事不宜遲，就等我哋一齊睇下當日嘅情況啦。畫面交俾現場嘅記者，出發！全力以赴，勇創佳績。校運會即將開始。我知道你好犀利㗎，你曾經喺世界武術錦標賽入面攞到金牌。請問點解你當時選擇練武術唔練其他運動啊？因為首先咧，武術咧係我同我2個哥哥一齊玩啊。越玩嘅時候咧，因為成班小朋友一齊玩嘅時候咧，就覺得好得意喎呢個項目。跟住同埋咧，因為自己係一個中意表演嘅小朋友啦，以前細個嘅時候，跟住所以咧就對於呢個項目好有興趣咯。你喺練習嘅過程中遇到困難或累嘅時候，你係點樣鼓勵自己繼續堅持落去㗎？點樣鼓勵自己啊？因為其實都係一路要相信自己啦，即係遇到困難嘅時候唔好放棄咯。因為我自己都曾經試過喺2017年啦，應該係我人生入邊一個最低潮嘅位置啦。因為嗰年就因為選拔賽嘅失誤而令到自己冇得參加嗰年嘅世界賽啦，即係我入咗隊咁多年嚟第一次冇得參加代表香港出去比賽。當時我都係靠我身邊嘅朋友啊、教練啊、屋企人啊一路支持我啊，令到我可以踏出呢一步，慢慢咁樣可以企翻起身。多謝你接受採訪啦，唔使客氣。拜拜。拜拜。多謝幾位小記者帶我哋重溫校運會嘅熱血時刻，亦都好多謝學校每一位老師、家長、義工、醫護人員同埋職工。因為有你哋嘅付出，我哋先有咁精彩嘅比賽。恭喜晒所有獲得獎嘅同學，未攞獎嘅同學唔使灰心，體育精神最重要。今次嘅影片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